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着就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並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基法看，然後顯給12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為使徒，因為我從前並不是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碌，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不拘是我是眾聖的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阿門。我哋一齊祈禱。秋天父，今日喺個朝頭早當中，以話語同埋禱告要開始一日，我哋感謝主你恩典嘅。神啊，今日呢個保羅呢，就好似未到產期嘅當中你哋所出神嘅人一樣，嗰份嘅感動，因為同時今日神嘅愛亦都咧愛我哋，因為你差派呢耶穌基督俾我哋嘅嗰份愛，我哋都再次渴望記得，並且因為我哋入邊嘅嗰份嘅救恩嘅感動，所以你今日就唔係呢我哋為且自己愛當中嘅呢，叫我哋呢集中喺十字架愛當中。去跟隨你活着臨在嘅神，或者今日嘅夏天嘅時間，求主你賜主你嘅恩典俾我哋，呢個時間都交託俾主你，奉耶穌聖名祈求，阿門。今日經文當中，保羅呢一直以嚟喺呢1章去到14章當中嘅內容，去整理嘅時候呢，喺結論當中，向住哥林多教會所講嘅內容咁樣嚟傳出嘅。嗰一點呢，就係今日嘅經文1節當中咁樣嘅內容。因為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保羅呢，一直以嚟喺哥林多教會當中，佢哋講關於佢哋嘅問題呢，1章到4章就講關於哥林多當中嘅紛爭、分派嘅內容呢，並且5章6章就係講緊今日哥林多教會當中入婚嘅問題呢，並且呢亦都有咁樣嘅7章嘅咁樣嘅結婚嘅問題。8章當中嘅開始亦都講你關於祭拜偶像嘅祭物嘅問題。當時哥林多教會當中充滿嘅咁樣嘅拜咁樣嘅祭祀。拜偶像咁樣亦都係獻祭啦。今日哥林多教會點樣呢？佢哋能夠嚟緊守咁樣嘅聖潔，並且同時即係能夠去到拯救其他人為止呢，咁樣去。而呢四個咁嘅書信呢，俾哥林多教會，並且12章當中亦都睇到話，咁我哋一齊呢崇拜嘅時候，亦都呢點樣喺咁嘅秩序當中，亦都你獻上崇拜呢？所以今日所賜俾我哋咁樣嘅恩賜去使用嘅當中，亦都呢唔係為咗顯現自己嘢呢，為咗呢建立教會而嚟使用，造就教會而使用咁樣嚟同你講嘅。所以結果呢，1章到14章呢，保羅所講嘅內容係咩呢？就係今日你哋如果真係呢，係呢將十字架福音今日遇見咗十字架嘅道嘅人嘅呢，就你再唔能夠以自我中心之愛顯現自己嘅咁樣嘅人生而獻上，而你今日為咗我哋擔當十字架嘅呢句寶血嚟獻佢哋建立嘅教會，並且為咗造就其他人，為咗你建立其他人嘅靈魂。而今日你哋要呢係你合一嘅，所以你嘅神呢係呢唔係你冇秩序嘅神，而你有秩序嘅神嚟嘅。我哋一齊嚟獻上咁樣嘅崇拜當中都係一樣，一同呢點樣先至能夠呢使到呢個嘅崇拜
能夠即係咧使到神嘅旨意咧完全咧能夠係傳俾咁樣嘅信徒當中咧，所以即係合一，而咧你能夠使到佢得到嗰個嘅話語，而你努力。並且今日15章當中，亦都呢個保羅咧向住個咁嘅哥林多教會當中，今日很明確咧咁樣同佢哋講，要佢緊握住嘅一點嘅，就係咩咧？就係今日我所傳俾你哋嘅福音，你哋咧要你知道。保羅咧就話咧，今日我咧向住你你哋今日依家要需要嘅就係咧，今日就係咧，再一次你哋記起嗰份嘅福音，呢個福音嘅感動，你哋要再一次你要緊握住，咁樣同你講嘅。保羅咧前面講關於今日問題嘅時候咧，就咧你要咁樣做啊，點樣做啊咁樣，佢咧提起咁樣好多唔同咁樣嘅方法咧。不過今日呢個方法唔能夠咧改變我哋嘅人生，而係今日我哋只要你恢復咁樣嘅福音嘅感動，喺十字架當中死亡嘅耶穌基督，咁我哋咧即係就係救主去迎接並且。即係你全心去跟隨佢去咁嘅嘢生活嘅時候咧，知道呢個福音係乜嘢，並且咧，即係我哋活出呢咁樣嘅合乎福音嘅人生，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呢個福音嘅感動再次要緊握住。呢個就係今日藉住今日嘅經文，我哋要你緊握住而禱告嘅題目嚟嘅。我所傳俾你嘅福音咧，今日渴望你哋能夠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呢個福音已經咧係你已經得到，並且你哋已經認識嘅，並且當中亦都站立嘅。就係講你哋咧，就咧企喺咁樣嘅福音嘅基礎上面咁樣同你講嘅。今日教會嘅基礎亦都係咧福音，呢個嘅福音嘅基礎上面，我哋嘅信心亦都咧能夠咧站立得穩。呢個十字架嘅道，如果你唔明確嘅教會咧，就你有好多唔同嘅問題當中，或者有啲咁樣嘅風浪出現咧。今日因為個人嘅咁樣嘅慾望，或者顯現自己嘅咁嘅主張出現嘅時候，教會咧就咧只能夠咧動搖。不過咧，呢個十字架嘅道咧，如果真係你明確嘅教會咧，喺個嘅福音嘅咁樣嘅根基上面嘅福音嘅根基上面嘅教會就咧唔會動搖嘅。所以咧，保羅咁樣講嘅，如果你緊握住嘅咁樣嘅所緊握住嘅福音咧，並且咧唔係徒然相信嘅，你哋就咧能夠咧得救嘅。所以你哋嘅信心咧都唔應該咧動搖咁樣同你講嘅。特別咧，哥林多前書呢15章當中後部分咧，講關於呢復活嘅內容嘅。保羅咧就咧去完結咁樣嘅哥林多前書嘅時候，就講關於呢福音嘅內容咁樣強調咧，福音係實質嘅。當時咧咁樣嘅哥林多教會當中咧有兩大嘅咁樣嘅懷疑嘅。第一點係乜嘢咧？就係耶穌嘅復活咧。雖然你相信你耶穌嘅死亡係復活咧，不過今日我哋亦都能唔能夠真係復活咧？信徒咧係冇復活嘅。今日我哋咧冇呢肉體嘅復活㗎啦，並且第二個嘅主張係咩？就係當時咧因為靈之主義嘅影響，所以咧靈今日我哋咧可能能夠得救咧，或者咧得到復活咧，得到新嘅生命。不過你肉體咧就呢位惡嘅，所以你冇你肉嘅咁樣嘅復活㗎咁，所以咧兩大點都係講到話你話冇肉體嘅復活㗎咁，所以對於嗰一點你保羅咧。就你係藉住呢個哥林多前書15章最後嘅部分當中，就你話咧復活係一定存在嘅。如果冇復活嗰啲，基督你亦都唔會咧復活。咁如果冇復活嗰啲，今日我哋所相信嘅亦都咧變得咧徒然嘅。福音就係今日耶穌喺十字架當中死亡，並且唔單止咁樣就完結嘢，今日佢哋被埋葬之後，再一次咧能夠復活，去到呢個位置，跟住去到呢個復活位置，就嘅咧真正呢個嘅福音嘅內容。其實保羅就好強烈咁樣咧講呢一點，所以3至4節當中咁樣講咧。我都係所領受的，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咁樣記載住嘅。
呢個福音嘅內容係咩呢？就係今日耶穌呢臨到呢笪地當中，今日我哋所有嘅罪，我嘅罪代替我嘅罪，擔當住佢哋十字架當中死亡嘅。我哋唔係咁樣就完結，而因為佢呢，就係被埋葬，因為確實就係今日係有咁樣嘅喪禮嘅當中出現嘅。咁我哋呢都呢，係有咁樣嘅喪禮嘅時候，亦都有呢3日4日咁樣呢去。要咁樣嘅有班咁樣嘅喪禮咧，點解要需要咁樣嘅期間呢？因為我哋咧，藉住呢個嘅期間咧，我哋要認知咧，佢真係死亡嘅。耶穌亦都有呢咁樣嘅喪禮，並且3日當中喺墳墓當中嘅睇到。講緊啲咩呢？究竟？因為佢唔係短暫，佢咧瞓着而咧起身，而咧佢好明確咧係咧死亡嘅。佢擔當住我哋嘅罪，擔當住並且咧喺十字架當中咧死亡嘅。喺其他聖經當中睇到咧，今日佢已經去到啲陰間位置咁樣咧記載住嘅。所以再講嘅時候咧，今日佢十字架當中，今日擔當咗我哋所有嘅罪。不過呢個呢，唔係針咗呢復就完結嘅，而呢今日之後呢，直至呢聖經所說嘅第3天復活，佢哋係戰勝呢罪同埋死亡，代替我哋唔單止死亡，而呢今日佢哋以呢死亡嘅勢力都戰勝，並且再一次呢得救、得復活。復活今日呢，並且同我哋同在，在活着嘅神。呢一點就係講緊真正嘅福音。我哋嘅罪擔當我哋嘅罪，唔單止今日就呢喜樂，而你今日佢哋復活咗嘅，今日同我哋同在，並且再呢唔係淨所謂呢罪同埋奴隸嘅咁樣嘅撒旦嘅奴隸嘅生活啦，而你今日我哋已經戰勝咗今日死亡嘅權力，所以你今日我哋亦都呢能夠復活嘅。所以保羅咁樣講嘅，如果冇復活嘅話，咁我哋所相信嘅福音呢，亦都係徒然嘅。咁保羅你就咁樣主張。今日對於個福音嘅感動，喺各位嘅人生係咪真係存在呢？今日我哋所有嘅罪，佢都去擔當，並且所有嘅撒旦嘅咁樣嘅詭計當中，只能夠當中生活嘅我哋。今日神代替我哋食完斷絕，並且今日復活嘅神同我同在，所以佢哋今日即係統治咗世界，統治罪，並且喺地當中成為神嘅子女，統治神嘅國度，作為咁樣嘅權力得到權力嘅者，我哋呢被呼叫，我哋係咪真係咁樣相信呢？今日喺我哋人生當中係咪真係咁樣體驗呢？保羅就話咧：今日你哋如果我真係渴望你哋能夠知道嘅，呢個福音呢，唔係頭腦當中嘅知識，而你哋人生當中最享受，並且你人生當中去體驗，喺呢啲聖靈你渴望你顯現出嚟。保羅呢就咁樣嚟講嘅，即係今次嘅修養會當中，我哋所得到嘅福音嘅意思，我哋真係渴望能夠明白，並且藉住呢個嘅福音嘅感動。今日而家就向住世界，今日即係傳咁樣嘅福音，並且去征服呢個世界，並且即係叫神嘅統治能夠喺大地當中成就，渴望呢即係咁樣活出咁樣人生嘅。正正就係為咗呢一點，今日神呢就呢呼叫我哋在光。保羅呢將所有嘅事件都話呢，你照着聖經嘅成就嘅。咩意思呢？即係耶穌呢臨到呢笪地唔係你偶然突然間所出現嘅事件，而你由太初當中開始已經呢，今日神藉為咗你拯救人類，而你首先呢，你預定嘅神嘅工作嚟嘅，嗰個工作即係你已經成就咗。所以藉住基督，所有死亡嘅人亦都得到生命，並且所有嘅佢哋亦都再次站立，叫神嘅統治能夠臨到呢笪地當中，有呢一日臨到嘅。保羅喺後面當中，今日佢哋大力咁樣咧，講關於咁樣嘅福音嘅路。今日彼得亦都睇到嘅，並且呢12門徒亦都睇到嘅，已經遇見咗復活嘅神咧。並且有500多嘅弟兄亦都呢40日當中亦都呢
遇見了活着嘅耶穌，復活嘅耶穌。並且最後我亦都咧遇見咗嘅，有咁樣記載住啦。所以咧就咧咁樣介紹自己嘅。末了也顯給我看，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咩意思呢？未到產期而生嘅，今日嘅講實就係今日就好似你未喺7個月8個月當中就開始出世嘅小朋友，今日就要點樣咧？就你放喺咁樣嘅箱入邊咧，喺度養育咧。之前咧就你講緊咧即係咁樣咧早產嘅咧，就你講緊或者好多嘅不足啊，或者好多危機係嚴選咧。保羅就你咁樣介紹自己嘅，自己咧你完全冇任何資格嘅人嚟講緊話。點解咁樣講呢？因為我哋係咧去逼迫咧神教會嘅人嚟嘅，我哋係你冇資格咧得到咧使徒咁嘅身份嘅嚟嘅，我係佢猶太人嘅猶太人。今日咧律法當中嘅法利賽人咧，今日係當時最出名嘅咁嘅法利賽人，喺咁樣嘅文化當中直接咧去學習咁嘅話語，就係你好容易認識呢話語同埋呢律法嘅，就遵守所有嘅律法，並且幾咁有呢熱心嘅睇到佢當時。其實佢哋捉呢咁樣嘅相信耶穌嘅人，而係放喺咁樣嘅監獄當中，佢哋好努力咁樣做嘅。所以呢，由耶路撒冷當中去到啲大馬色為止，依家講嘅就好似200 km度咧，由聾人當中去到呢江陵度嘅。今日睇到呢，揸車2個鐘頭，當時就你坐馬或者你有馬車嘅時候呢，幾日嘅講緊要花幾日咁樣你要行嘅距離，所以睇到佢呢，即使咁樣當中到呢，佢都以為呢呢個係為咗神而做嘅工作，而呢逼迫咁樣嘅教會嘅。不過呢，喺大馬色嘅時候當中，因為佢遇見呢就係光嘅神。今日佢哋喺光當中咁樣同佢同掃羅講嘅，掃羅，點解你呢逼迫我呢？掃羅就話佢咁樣回答：你係邊個呢？神回答：我就係你所逼迫嘅耶穌。喺當時，保羅呢就啲好驚愕嘅，佢點樣諗呢？會點解相信耶穌嘅人點解佢會逼迫佢哋？因為呢佢呢，因為耶穌呢啲十字架都已經被釘死，佢咁樣相信。佢所相信嘅彌賽亞就好似大衛一樣，好似大衛嘅王國，要你恢復大衛王國嘅彌賽亞，不過十字架都死亡嘅，點解你要相信佢呢？所以呢，呢個異端嘅思想當中，或者你除去咁樣嘅思想嘢，佢幾咁努力咧咁樣咧去逼迫咁樣神嘅教會。不過今日佢聽到神嘅聲音嘅時候，就你幾咁驚愕。我在你想不斷地殺死嘅，我以為你已經死亡咗嘅耶穌，今日活着臨在，而你今日向住我哋説話嘅嗰瞬間，佢遇見呢復活嘅耶穌嘅嗰瞬間，保羅嘅人生呢就呢180度咁樣改變咗嘅。佢哋喺黑暗嘅狀況當中去行咁樣嘅大馬色嘅城市，並且呢，直到呢去3日呢咁禁食咁樣禱告。使到呢所有嘅嘢，即係喺佢當中呢，即係完全得到改變嘅。即係睇到佢呢，即係十字架當中死亡復活，嗰個叫復活嘅神。今日佢遇見嘅時候呢，佢依家呢就呢，喺呢殺足呢咁樣嘅相信耶穌嘅人當中，調翻轉頭呢，成為呢全咁樣嘅十字架嘅神人生嘅。保羅呢，因為遇見咗耶穌而嚟咁樣呢，佢咁樣表達自己嘅感動嘅。我今日成為我嘅，推你係你神嘅恩典嚟嘅。我今日成咗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嘅。今日光當中遇見神嘅時候，佢呢，佢人生就你完全180度咁樣改變咗呢。一直以嚟佢哋緊守住猶太嘅律法、猶太嘅傳統嘅佢人生當中，今日就去到呢傳揚呢復活嘅耶穌，並且呢喺當中呢，即使被呢鞭打、責打、被嘲笑、被懷疑都好，都將自己所有嘅人生都為咗神而能夠啲獻上。點解呢？因為呢喺血當中，佢哋亦都遇見咗嗰位嘅復活嘅耶穌嘅。所以今日我哋究竟遇見咗嗰個耶穌未呢？因
遇見耶穌嘅個感動係咪真係再一次咧喺你個當中咧，佢哋燃起咧？今次嘅修營會當中，渴望就係咧叫我哋咧能夠喺光當中遇見神嘅時間，去遇見照耀我哋嘅神嘅時候，咁我哋入邊嘅黑暗就會顯現出嚟咧。一直以嚟所有嘅關係當中嘅黑暗，我哋入邊所有嘅咁嘅思想當中嘅黑暗，唔係神而係繼續以自己作為中心、自我、自愛嘅，而且為咗自己嘅榮耀而生活嘅所有嘅黑暗，亦都喺當中顯現出嚟嘅時候，喺嗰個光當中，佢唔係你就咁死亡就完結嘅神，而你今日作為復活嘅主咧遇見嘅時候，咁我哋嘅人生亦都咧能夠咧好似保羅一樣咧得到改變嘅。保羅就好似咁樣啊，今日神亦都呢個樣。今日已經呼叫我哋在呢光嘅子女，喺光當中呼叫咗我哋，並且喺呢個世界作為光嘅教會，繼續亦都咧去咧認識呢個嘅光而咧死亡嘅咁樣嘅世代當中，向住呢個世代去傳揚嗰個光，作為咁樣嘅使命咧，今日咧神咧呼叫我哋嘅。保羅咧就咧完結咁樣哥林多前書嘅時候咁樣記載住嘅。我所傳俾你嘅福音，就你渴望你再一次你知道嘅，因為福音嘅感動，渴望再一次喺你當中，再一次嗰個嘅生命力咧，喺你當中燃起。呢個嘅照耀我哋嘅神，今日真係遇見佢，並且咧一直以嚟所有嘅人生，即使點樣都好咧。都你饒恕我哋嘅，今日全部都你已經擔當咗咁樣嘅代價，所以你已經完結咗。並且呢，今日復活嘅神今日已經同我哋同在，而咁樣嘅人生，今日神呢就咧邀請緊我哋嘅。今日我哋嘅人生呢有少嘅部分當中，究竟點樣改變呢？點樣改變呢個呢？唔係咁樣嘅人生，而呢遇見咗呢復活嘅神嘅時候，一直以嚟。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咧使到我同埋我嘅家庭或者我嘅幸福嘅生活呢？喺咁樣嘅人生當中，我哋而家點樣先至能夠咧成為呢神嘅身體嘅教會呢？點樣能夠咧建立神嘅？又點樣造就其他嘅靈魂呢？呢個咧就成為我哋嘅喜樂，並且咧成為我哋人生嘅目標。咁樣咧，渴望咧我哋嘅人生完全咧嘅咁樣嘅目標完全咧改變，渴望成今日嘅生活嘅時間。因為直至呢個嘅經文咧，我哋渴望一齊禱告嘅時候咧，神啊，直至今次嘅修營會咧，最後喺我哋當中求主你哋尋找我哋咧。跟住保羅以光咧臨到佢當中嘅耶穌，今日渴望咧喺咁嘅修營會當中都在光咧尋找我哋，並且今日我哋人生嘅方向，即係渴望你完全得到改變，渴望成咁樣嘅時間。一直以嚟。我並且我嘅家庭，並且我哋嘅職業，直接咧停留咁樣嘅我哋嘅人生當中。今日叫我哋真係咧，一同咧去到咁樣建立耶穌嘅身體嘅教會當中，並且咧因為冇福音而咧死亡嘅佢哋嘅靈魂當中，喺個世界當中死亡嘅，喺死亡存在嘅咁樣國度同埋民族。同埋向住呢個世代，今日以神嘅心，即係禱告、呼叫而前進，渴望成咁樣嘅修營會嘅時間。為咗呢一點，而呢今日行到神面前嘅主啊，求主以主嘅光咧尋找我哋，佢哋尋找我嘅咧就一定都會遇見我咁樣講嘅。今日都咧，我哋企喺咧神話咧，我已經門面前咧叩門嘅。因為咧聽我嘅聲音，而咧打開門嘅時候咧，我就進入佢當中，同佢一齊咧食，並且一齊飲。同呢個神今日可唔可以直接同佢遇見，並且咧叫我哋人生即係完全好似完全得到改變一樣。今日保羅亦都咧完全睇到自己人生得到改變一樣。今日我哋都可唔可以直接遇見神嘅嗰份感動？而你為咗神嘅生活，渴望成為人生嘅呢個咧，渴望成為我哋嘅禱告。